问鸟蛋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鸟蛋大家拢看过啊嘛吼，嘿美秀这边是洗卵，哦，是安怎？因为一定爱洗一下，洗一下伊才会开。是，所以真简单，就是洗卵，嘿，简单呐。是阿雄，我这边是会使讲练卵，嘛会使讲恁卵，就是爱用练的啊，个练有哦，爱个练者不过我哦。是洗，啊，我是练。我感觉洗卵听起来敢若较练长。较练对蛋吼。对。是，啊，若咖喱这个咧，练就是一个手安尼，安尼一个嘛，嘿哦，练一个屈对，势。敢若是一般人可能会开开就是安比较尼啊，感觉是洗，对感觉是洗，第一个感觉就是洗，对。洗吼台。语的感我小可解说一下，因为咱台语有足侪迄个甲链共款的，啊，毋过以这两个来讲，即个迄个链卵吼，迄个链伫我的语感内底，伊是一直发展，所以是较直线的。啊，毋过迄个洗卵的，咱像伫遐洗玲珑啊、乌龙洗刀啦、洗路啦，所以迄款有较圆形的感觉。哦吼啊，就是咱迄个机器，吼伊。你用落了后，其实是足侪迄款胖的动作。对。嘿，啊，若我要选，我会加入50.3%这对